大家好，呢一個培訓係有關 Energy Management and Efficiency Enhancement 嘅第二部分，可以理解為上一部分能源管理內容嘅延伸同埋深化。如果第一部分主要聚焦喺設備、系統同埋技術層面，呢一部分就會將視角拉闊，放喺採購抉擇、供應鏈管理同埋住客參與，探討佢哋點樣間接但係持續地影響酒店嘅能源使用同埋整體可持續表現。對酒店嚟講，能源管理唔單止發生喺機房或者設備層面，亦都深深咁喺佢哋日常營運選擇之中。例如用邊一類產品同邊一類供應商合作，點樣向住客傳遞可持續嘅理念，呢啲決定雖然未必即時反映喺電標數字上，但係長遠都會影響資源使用嘅模式、品牌形象同埋風險管理嘅能力。所以呢一節嘅培訓重點並唔係再介紹更多嘅技術方案，而係協助大家理解負責任採購同客人嘅參與本身就係能源管理策略嘅一部分。當酒店能夠由源頭選擇更可持續嘅產品同埋合作夥伴，並且透過溝通同互動，令客人理解並支持相關嘅方向，能源效率提升就會變成一個更全面、可持續嘅管理成果。首先，我哋會聚焦喺可持續採購點樣對酒店營運同埋可持續發展嘅重要性開始講起。採購嘅抉擇表面上似乎只係同成本同埋供應有關，但係實際上佢都會直接影響酒店嘅環境足跡、合規風險同埋品牌形象。由能源管理嘅角度去睇，產品嘅設計、物料同生產方式往往只係決定咗佢喺使用階段嘅能源效率。例如耐用度較高、設計更加有效率嘅產品，通常需要較少更換同埋維修，亦間接減少咗能源同資源嘅消耗。另外，可持續採購亦有助提升供應鏈韌性同埋合規表現。當酒店同具備清晰環境同埋社會責任標準嘅供應商合作，能夠降低因為政策改變、合規問題同埋聲譽風險所帶來嘅不確定性。從住客嘅角度嚟睇，越嚟越多旅客關注酒店背後嘅價值取向。當可持續採購成為酒店營運嘅一部分，並且被清楚傳達，往往就有助提升住客嘅滿意度同埋品牌嘅信任度，而唔只係內部嘅管理措施。要將可持續採購由理念轉化做實際操作，供應商嘅行為守則係一個重要嘅工具。行為守則並唔單止係一份文件，而係一套清楚界定酒店期望嘅溝通框架。通常供應商嘅行為守則會涵蓋幾個關鍵嘅範疇，包括勞工權益、環境表現同埋道德採購。透過清晰列明標準，酒店就可以確保合作夥伴理解並配合可持續發展嘅方向。從管理角度去睇，守則應該配合可以量化嘅指標或者 KPI， 例如要求供應商提供相關證明、定期更新資料，或者配合簡單嘅審核機制，都有助提升實際嘅成效。值得留意嘅係，行為守則嘅目的並唔係排除供應商，而係建立一個逐步改善嘅合作關係。當期望清晰，供應商較容易配合調整，而酒店亦都可以更有系統地管理供應鏈嘅風險。本地食材採購係可持續採購中一個相對容易被客人理解嘅方向。由可持續角度嚟睇，本地食材通常涉及較短嘅運輸距離，從而減少運輸相關嘅能源消耗同埋碳排放。對酒店嚟講，本地採購亦唔只係環保嘅考慮，而係一種策略嘅選擇。我哋可以同本地嘅漁場或者農場合作，有助提升供應鏈嘅穩定性，同時亦都可以支持本地經濟。例如，透過推廣本地來源嘅產品，
酒店或者餐飲設施可以將可持續嘅理念轉化為具體嘅故事，提升市場嘅吸引力。不過，本地採購亦都需要平衡供應量、季節性同埋品質嘅管理，因此重點唔係全面取代現有嘅供應，而係逐步增加本地食材嘅比例，並喺適當嘅情況下，透過菜單設計同埋市場溝通，凸顯佢嘅價值。除咗採購之外，跟住落嚟，我哋都進一步探討酒店同本地食品同埋農業供應商之間嘅互動機會。當酒店主動參與推廣本地供應商，例如透過宣傳、標示來源或者合作活動，實際上可以為供應商提升曝光率，同時亦都豐富客人嘅體驗。客人可以透過清楚嘅資訊，更加容易理解餐飲選擇背後嘅可持續意義。從管理角度嚟睇，呢一種互動式嘅關係有助建立更加穩定嘅供應網絡，亦都令酒店喺供應鏈管理上更具透明度。當消費者被賦予選擇權，亦理解酒店嘅採購方向，往往會更願意支持相關嘅做法。呢一部分我哋想帶出嘅重點係，可持續採購唔單止係內部嘅一個流程，而係一個可以連結供應商、酒店同埋客人嘅價值鏈。講到可持續採購，海鮮通常都係酒店餐飲中一個好重要又具挑戰性嘅類別。表面上，海鮮嘅選擇同能源管理似乎關係唔大，但係其實兩者之間存在一個隱性嘅聯結，值得喺我哋今日嘅培訓中同大家說明。首先，由供應嘅角度嚟睇，唔同嘅捕獵方法、養殖模式同埋運輸距離都會對整體能源消耗產生顯著嘅影響。來自過度捕撈或者長途冷鏈運輸嘅海鮮，通通都涉及更加高嘅能源投入。相反，來自負責任嘅漁業或者較近來源嘅產品，整體能源足跡通常都較低。對於酒店嚟講，選擇可持續海鮮並唔單止係環保或者保育嘅問題，亦有助降低供應嘅風險。當某啲原材料因為資源或者政策嘅限制而供應唔穩定，餐飲嘅營運就容易受到影響。透過引入具認證或者可持續來源嘅替代原材料，酒店就可以提升菜單嘅彈性，同時穩定營運。同樣地，由客人嘅角度嚟睇，越嚟越多客人對海鮮來源同埋可持續性有基本嘅認知。如果酒店能夠清楚解釋佢嘅選擇邏輯，往往都有助建立信任，並將餐飲選擇轉化為品牌價值嘅一部分。除咗食品，酒店嘅日常營運中大量使用嘅產品同埋物料，同樣會影響能源使用同埋整體嘅可持續表現。例如清潔用品、客房嘅消耗品、建材同埋裝修物料，雖然未必直接用電，但係佢嘅生產、運輸、使用同埋棄置過程都涉及能源嘅消耗。而環保產品嘅價值並唔只係減少污染，而係提升整個產品嘅生命周期嘅能源效率。耐用度較高、設計更加有效率嘅物料，通常會需要更少去更換，亦都意味住較少嘅製造、運輸同埋廢棄所需嘅能源。而酒店選擇環保產品，亦有助簡化長期嘅營運管理。當產品品質穩定、使用嘅壽命較長，維修同埋更換嘅頻率自然都會下降，對能源、成本同埋人手安排都可以帶嚟正面嘅影響。跟住就會講下包裝嘅問題。包裝往往都被視為廢物管理嘅範疇，但實際上亦能夠同能源使用有密切嘅相關。每一層嘅包裝背後都涉及物料生產、加工、運輸同埋最終嘅處理，而呢啲過程本身就需要能源嘅投入。對酒店嚟講，包裝減少唔單止係減少垃圾量，亦有助降低物流相關嘅能源消耗。當供應品包裝更加簡約，運輸嘅效率亦都可以提升，儲存空間亦相應有效運用，間接減少冷藏同埋倉存嘅所需能源。
酒店可以透過同供應商溝通，逐步減少不必要嘅包裝，而唔需要一次過去改變所有嘅採購安排。呢一種漸進式嘅方式有助保持供應穩定，同時逐步去改善整體能源同埋資源嘅效率。包裝減量亦都係一個容易被住客理解嘅行為。當酒店透過簡單嘅標示或者溝通解釋背後嘅理念，往往都可以提升客人對可持續發展措施嘅接受度。跟住我哋就講一講能源嘅管理。能源嘅管理如果只係停留喺後勤或者設備嘅層面，其實未必發揮到最大嘅成效，因為客人嘅行為同埋使用習慣亦都會對酒店整體能源消耗產生影響。雖然我哋強調嘅係客人參與，但係重點並唔係要求客人嚟配合，而係透過溝通同埋選擇，俾客人理解並支持酒店嘅可持續方向。例如，透過房內嘅資訊提示卡或者數碼平台向客人解釋。當客人感受到酒店提供嘅係知情選擇，而唔係限制，往往會更加容易配合相關嘅做法。前線嘅員工能夠理解客人參與嘅邏輯，就有助佢哋回應查詢，亦都能夠有助可持續發展信息自然融入服務當中。透過可持續採購、供應鏈管理同埋客人嘅參與，酒店就可以由利用能源階段之前呢一種前置式嘅管理思維，可以令能源效率提升，唔再只係依賴設備或者系統嘅升級，而係成為營運文化嘅一部分。當採購抉擇、產品選擇同埋服務嘅設計都可以同可持續方向一致，能源管理成效就會更加穩定、更加持久。多謝大家今日嘅參與。喺結束之前，想麻煩大家花少少時間掃描呢個二維碼，填寫一份簡單嘅問卷。你哋嘅意見對我哋嚟講非常重要，可以幫助我哋改進同埋完善未來嘅課堂。再次感謝大家。